我係一個成日陪照顧者支援專線社工出街嘅袋，大家都叫我做外展袋。每次出隊呢，我都會被裝得滿滿啦，食物、衫、濕紙巾、心意卡，啲嘢好平凡噶啦。但對一啲照顧者嚟講，可能就係當刻最需要嘅嘢啦。有一次天氣好凍，一位照顧者送家人去暫託住宿，但佢着唔夠衫。社工一打開我，揾到件保暖風褸嗰刻，我覺得自己真係幫到手。有時咧，社工仲會從我身上拎出細心準備嘅用品，一件雨衣喺落雨時遮風擋雨，一隻茶杯俾佢哋可以慢慢飲翻啖暖水，仲有梳、牙膏、牙刷，甚至係一條小毛巾。啲物品雖然簡單，但總係啱啱好喺最需要嗰刻，為照顧者帶嚟一份安心。就係咁，我成日都喺唔同角落陪住佢哋。我冇咩特別，唔識講嘢，唔識笑，但我裝住東華三院一份嘅心意，講緊嘅就係你唔孤單，我哋一直喺度。